开会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村民台飞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陈明珍。两礼拜村民台飞还是用直接播出的方式咯，同样来到的公共集团到南部的新闻中心，我大量持续来关心八八水灾后续的处理问题哦。下个礼拜一，也就是新历8月31號，全國嘅國中小學嚟開課嘅，嚟開學嘅，到底咧就禮拜發生水災嘅鄉鎮嘅學校應用百姓嚟開學，你學生嘅讀書嘅學校係咪已經簽到嘅？哦，佢哋讀書用嘅作燈啦、課本啦，都係咪已經準備好嘅？嗱，我佢哋假使講冇辦法到原來嘅學校，也講原來鄉鎮開課，到外地讀書嘅時節，嗱教育處也講咧社會嘅單位嘅咪嚟安排呢，也想對共同來討論。另外，最重要係面對一樣嘅天災地變哦，人嘅心靈一樣百姓來重新得到安慰、來重建，也都會見邊討論嘅重點。馬上為介紹現場嘅來賓，第一個係高雄縣教育處學務管理科嘅輔導員蕭淑妮蕭老師，好。你好，大家好。我係高雄縣教育處學務管理科輔導員哈，還是蕭老師，謝謝。首先為您介紹嘅係屏東縣衛生局疾管科嘅傳染病嘅防治員丁宜蘭林小姐，好。各位鄉親大家好，我係來自屏東縣政府衛生局疾病管制科嘅工作人員林宜蘭。首先為您介紹嘅係精神科醫師，佢係來自台中縣青海精神專科醫院嘅精神科醫師曾國威曾醫師，好。我係台中青海醫院精神科曾醫師，大家好。再來為您介紹係輔導咧重大嘅災害後續嘅嗰種家庭嘅問題，非常經驗嘅係佢係南投縣家扶中心護理服務處嘅社工員張桂玲張小姐，好。大家好，我係來自南投家扶中心嘅社工員張桂玲。好，到底咧在過一年，也就是講禮拜一先嚟開課嘅，目前咧都飲水嘅鄉鎮，佢哋嘅學生嘅。用百姓嚟開課，又家長係學生嘅，佢哋面臨馬上要開學嘅，佢哋心情係用百姓呢？現在看新聞樣片。還有電腦，電腦也有。那現在呢？都沒有啦。怎麼會？怎麼回事？土石流啊！土石，一下全部被土石流淹了。那麼喺鄉民出貴少6年生嘅阿漢喺行年同年村民講出嘅聲音呢？八八水災前一日，規劃都學進到屏東每家，我想到一場天災，有卡無嘅。同鄉民建議福岡山到高雄旗山的3清中心。有的個他問題係，我哋總體不同的收容所，對，他趕緊落來，那用機構嘅摩擦嘅，安人的收容所用向下來讀書，嗰度家長要打電話來睇不同收容所，剛係新人用歸讀書咯，我哋也咪用攀咯。那麼香港在前年中，學校單打槍，民族國小喺在後體育副學嘅學校，現時簽是借用旗山國小90上課，國家一出動關心同熱心幾乎開學事情，學校大體準備好些嘅，不過輕重要安置問題，開學過後將要開始。我們民族國小目前在旗山國小這邊借用他們的古蹟教室，準備復學啦。那我們的小朋友是會隨着我們的社區。會隨着我們的社區，他們遷到哪裡，小朋友就會跟着遷到哪裡去。民族國小問題，咩所有在地學校同霹靂比所開學會遇到嘅問題，就統計搶起頭高雄縣，主要12間國小同3間國中，目前嘅學生嘅同外地復學，其中桃園鄉出喺寶山國小，組建安置頭福村技術學院，一定半年過後，路開通嘅，將會轉到原來學校上課。我們的安置的部分是採多元的安置啊，就學的安置之外，那他們住宿的地點哈，也有一些是集中住宿地點。我們河村這個地方，我們是安置我們桃園鄉的1所國中4個國小，它的總人數學生是450個，老師是將近100個。在我們目前調查的情況之下，大部分都會回來就讀。上期萬那做夫妻馬家人無體力，實現早親愛去到外地上課。小朋友下艱苦的係，有些同學再也看唔到嘅，當傷心。我們大概會整個心理輔導中心的資源，整個會投入，然後就是在一個帶狀的時候，我們每一天都會有心輔人員在學校住在學校。
然后呢，随时提供小朋友的属于创伤治疗的部分跟悲伤陪伴的部分。8月30日，全國總社合作開學嘅，在其學生嘅3無班點歡喜，家哋過不將離開家園，甚至還要親自分開。家哋佢希望在後重建較夾到位，做得夾實嘅進度係相關嘅物價。好，看到新聞樣片以後，馬上請教你高雄縣教育處嘅小老師講，高雄縣也部分有判法，8月30號開學，依個學生係都受唔得，有辦法做到嗎？目前一個問題哈，可能目前所做的一些安置措施哈，應該是沒有問題，可以如期就是8月31準時，就是讓他們開學，冇問題。冇問題，嗰種上課用嘅桌燈啦、課本有啲本水晶體、金塊體，嗰啲部分也冇問題。在這之前可能就已經譬如講廠商的部分哈，已經請他們趕教科書有毀損的部分已經都補過去，座椅的部分馬上去做一個調配過了。對。嗰種特別是呢度醫是要提供種免費本呢度疏導水在鄉鎮嘅學生喺度其他地方嘅讀書啊嚇。嗰高雄縣政府其他嘅鄉鎮係咪有同樣嘅辦法嚟接觸到飲水嘅鄉鎮嘅學生係到幾多鄉鎮嘅學校嘅上課？像目前哈，我們有第一個就是教學的一個就學安全網的部分。好，T 呢就是有學產基金的急難慰問金。好，T 上面還是有一個教育儲蓄戶。那 TCA 部分就會有一個財團法人，有一個在專的賑災的一個基金會。再來就會 TVBS 有一個八八水災的一個專戶，像我們都會動用這些，然後針對的受災戶的一些學生哈，補助呀，所謂的一些，比如說學生的學費啦，牙工呀午餐啦，還有日後生活上的一些生活費，所以的問題應該是都可以跟台北縣市一樣，就是提供一樣對等一樣的條件，等也的受災區的居民就是可以這樣子如期去就學，沒有問題。是講那個高雄那個疏導水災鄉鎮嘅學生，佢每天可以離開高雄縣啦哈。高雄縣本身有判法能力做一樣嘅事情哈。好，那像我強調你嘅正意思講，馬上開學本來係件動歡喜嘅事情啊，因為一隻暑假高鐵動到同鄉，當叫冇看到嘅，再向下上課。不過你阿伯對動到飲水嘅鄉鎮學生嚟講，你阿部分可能挺難做到嘅哈。計對尤其有啲可能係去外地哈，去親戚屋企讀書哈。當我哋所做，你哋學生嘅佢哋嘅心理上，怎樣幫人照顧呢？其實講一擺水災真講當嚴重啦吼。頭擺講做依個體育家吼，其實沒有窮樣安尼問題啊。有啲學生本身講上課吧，當快樂嘅事情，變成講學校無體咧，無體就變成講去我幫去上課安尼。去我幫上課可能問題就體就可能講，生活上嘅適應困難。你去到一個外地。新的學校，新的老師，還是講新的同學，怎樣去適應就生活上的問題安尼吼。有看到講有啲人去做大專的志工啊，就講有啲人要到些小學生下課以後，他可以陪伴他給他做課後的輔導安尼生活上、照顧上看有乜嘢問題，做一個協助的工作。另外就講在功課上就你生活上適應有問題，那個。做個功課上面看聽得到，有時講城鄉差距嘅問題啦，就講有啲人去到嗰個新嘅學校以後，嗰個考試多嘅讀書嗰個差距上同原來學校，有啲我唔話重要嘛，台灣我的了解是講，個鄉下同城市差不多差1年到2年，我有按呢差距啦，所以個問題可能沒有講遷移寄讀嘅個情形時候，冇注意到有啲問題啦。因為講其他適應上啊，等個肖老師講3級輔導的問題，這部分其實很重要。對亞種學生，去我輩寄讀嘅學生，有啲是啲附近讀，有啲可能去到台北，去到海遠地方讀嘅，呢個是全國性嘅問題啊，唔係講只有南部嘅問題。這種咧係全國性問題，可能全國咧教育人員都會共同來注意嘅部分。咁講係像高日強調肖老師講，目前高雄縣同偏縣，佢講係全部冇睇咧哈。對。目前嘅安置嘅方式，睇睇有哪一條？第一個部分哈，像頭都講到安置嘅部分哈，針對我哋一般災區的學童，第二部分就是集中嘅安置。那第一部分就會所謂的就地安置，好，第三部分就必須異地安置。剛目前在集中安置的部分哈，主要針對就會像桃園鄉的學校，
好，刚刚也目前就安置了对岸的河村技术学院的旗山校区啦。刚刚黑盾工像比如讲就地安置的部分，目前小林国小还在就地安置对甲仙国小。好，那体育部分就会茂林国中小可以部分呢，也黑盾只要道路一抢通完毕，也就在原校上课。刚刚宝来国小也是原校复课。刚刚异地安置的部分哈，目前就从民族国小也还在过去旗山国小，那民生国小也要过去鼓山国小，民权国小到关亭国小，个宝来国中呢去新威天台山，三民国中还在过去新浦门的中学的校区，好，那宝山国小就到六个国小去。就所谓的安置的部分，那因为目前可能会读到一种情形，就讲因为可能目前灾民的部分哈，可能也有把他们的那个位置也有移动嘛。以目前社会处的一个安置处所，替类就对凤雄营区。那天野对呢工兵学校，第三面对陆军官校，第些对人美营区。那以富可以有自己就近的国中小。那假设迄阵个家长以希望讲以就那个营区哈，以对下家还该以希望对下家就近下家就学的话，一样啊，你做的用所谓的高关怀学童的方式，等下的家长唔是等还干夫妻前沟都唔是，你就可以直接申请所谓高关怀儿童啊，你可以用免转户籍的方式等下前沟去给家就学。假设讲，目前嘅使用嘅地方，那种枪是安置的地方住下无，你俩安置学校还严的话，伊某听。一定要做专业，然后都手权来投诉，所以两部分是讲，唔是专复习，然后唔是专学习，是讲出在做的哈。对，所以两安置的方式有要集中、抽梯，另外分下地方，还有个别安置跟协助转学两部分啦哈。像了到要。对，我来睇啲讲下讲，目前甲县乡的部分，小林国小、台湾讲都迄都甲县国小，中央含咧都甲县乡，所以咧迄含咧都甲县遐地方，只是讲我也学校上课天天。咁慢慢下来迄三档学校，所以睇啲咧台湾讲到咧到国小、国中呢，它是都旗山。人家做内门那片来上课哈，像桃园乡的话，咧迄目前都屏东嘅富春技术学院、旗山嘅教区，也系讲7种管理，7种都学校来上课，所以讲咧就学校嘅学生嘅睇睇，唔是老家嘅不卡严，唔是老严单同学来分开哈。前面迄六桂乡嘅宝来国中，迄都成为嘅天台山那部分，也系讲带到乡下上课到乡下哈，像咧迄。高雄县的部分哈，它屏东县屏东县白县啦，你啊天发连线本呀屏东县政府教育处的处长严庆祥，严处长您好。佳姐你好。是，我想请问一下，8月31号这就马上就要开学了，那屏东县教育处这方面目前的准备的状况是怎么样？是不是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够如期开学，一个都少不掉？跟佳姐还有各位听众做个报告哈。屏东县这次虽然受了很大的伤害，可是就学生来讲，小朋友来讲，我们是最幸运的，我们也很感恩，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失联的学生，那么我们也没有一个学生因为这一次受到伤害，那么所以说我们屏东县虽然像林边、嘉东、像雾台、像泰武、像来义这几个重点重灾区的学校呢，或许是灾害很大。但是我们每一天都掌握一个情况，就是说到8月28号为止，叫校长的安置计划以及校园的清理以及做消毒等等的准备工作，我们是可以确确实实在8月31号准时开学。而且我们的前提是，我也常跟这校长们讲说，不要为开学而开学，一定要。水电没有问题，化粪池没有问题，孩子的午餐供应没有问题，整个安全卫生的措施都没有问题之后，我们才来开学。那到昨天晚上我们11点多，我还在跟温子国小的校长那么做联系，那他也跟我回报说没有问题，包括交通车的接送，因为很多的家长，比如说温子国小，还有53个小朋友，他的本身的家长就住在我们嘉路堂的营区。那他每天会派2部的公车去做接送，所以我想这林林总总的措施呢，大概目前我们是可以准时开学。而且是非常不幸中大幸，是所有的小朋友还有这个老师都是这个都在联络当中，而且都没有在这次风灾水灾当中受到任何的伤害，就对了。是，这是我们觉得最感恩的。好，那谢谢这个处长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一个消息，谢谢处长。谢谢。像我强调下个
林小只是讲，头下高中初中就讲咯，屏东县嘅学校都做咧准时的开课啊，但是你讲要不林边啦、嘉东、金水、金种干洋葱啊，吼，个西的啦，嘛个东西泡的手工艺吼，个用水泡的手工艺。但卫生条件咧，我哋喺学校读书嘅，学校嘅卫生条件好也唔好。我可能讲啊，你喺目前带到不开，讲带到水用中心，健健康康，结果学校嘅卫生条件冇好，去学校生活电都差出片转咯。係咪衛生嘅方面也準備好啊？在後校園的恢復哈，我哋工作嘅重點有兩個哈，第一係環境安全哈，第二係到用水安全哈。啊，環境安全的部分哈，我哋在水災過後冇落雨，水退過後，全部就邀請到我哋咧極權哈，就我哋阿邊個嚟聽數，還有環保局、我哋衛生局嚟向下進行到環境清消的工作哈，清消工作當然就包括清污泥哈，還有清潔部分，還有消毒的部分哈。水退過後那個東西全部開始嚟進行哈。頭到我哋呢處長哈，就教處處長哈，伊也當有心情講，我哋已經來開始已經第一步的消毒的部分都已經完成了。那針對8月31號就會開學嘅那個校園的部分哈，嘛已經有在繼續第二擺嘅加強哈。頭都有提到講啊，我哋必須講啊，唔係講啊，因為要開學所以就嚟開學，我哋還是要注重嗰度，比如講頭都我哋講嘅用水嘅安全哈，我哋相關嘅單位哈，就講啊已經有中央哈，就疾病管制局哈，也分批到嗰種嘅有關安尼水淨零一種消毒錠的部分哈，來針對我哋呢就講用水天都冇問題，水天冇問題，衛生安全也冇問題，水天冇問題，係用水安全冇問題。就我哋要特別針對啦水嘅部分，然後做消毒安尼。好，我想咧喺屏東縣呢部分都已經準備好哈。然後今日節目係直接播出，所以也對歡迎你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打電話落嚟到節目現場，然後現場裏邊全部參加討論咯。呀，扣音嘅電話係07-269-3368，07-269-3368。目前接通係台中嘅莊先生，莊先生好，張先生你好，台中的張先生。嘿，台中張先生對，你好，新下，我在台中縣新下鄉，嘿，嘿，我講天氣啊，喺報道咧個林邊鄉啊，個沿報道線都安尼啊吼，呢邊所以建議政府講係用以工代賑啊吼，就是對幫個人家的這個美術啊，就是畫出來，安尼啊，按上課個邊啊，佢唔是都寫啊。他唔是都寫吼，你將來理工大生迄陣仲簡易啦吼，他會都寫啊，佢繼續提啊，跟你都是發出來，吼，我就是小建議啊，我都想落去幫忙，但是都無能為力啊，都冇乜嘅單位哦，發通講下落去哦，落去都做義工啊，真好呀。所以莊先生你帶到推動先生，希望講帶到秋天嘅民眾，見到可能係本來是做生意啦嚇，他提供因為變下強烈到。按照發出來態度，態度上個政府用個寫法吼，出社會對社會啊，安尼較直啊。所以到對於每一家伙嘅內體發出來，按態度又前唔聽啊，按你冇點發出來，唔搞人態度見前別。呢度冇變出來無效啊！我對呢度先變出來，態度然之後變冇唔錯啦。好，反正我係嚟見變見相款啊！你哦，純粹還是對房子了內度了不多人來哦，而是發出來。個建議就講用那個以工代賑吼，現在做生意開始做啊。做生意啦。好，感謝莊先生哈，建議。好，佢因為用義工代賑的方式來請你屏東地區飲水鄉鎮嘅鄉民來做法，可能做較確實，也啲很有買嘅錢哈。同時也做咧本來就佢哋有工作嘅機會，創業生活費，當然一樣對主要環境嘅衛生嘅顧到較好，學生伊學校圖書可能較安全啦哈。像你喺就莊先生意見其他東西，望去再去聽書哈。唔過唔點樣伊來加入啦哈。不然喺面香港嘅社工院長張老師講。像青島嘅人，佢當然可能都有心嚇，唔點樣嘢嚟介入啊，讓佢哋就在佢嘅重建嘅工作嚇，跟住長期都從南投嘅喺建議嘅太體同嘅就衝在佢嘛嚇，跟民間嘅力量，一部分嘢咪介入，像樣一部分
也想法意见嘛该。其实我会建议啊，因为民间的单位啊，他们机构本身自己的主要工作对象啊，规模共用，像我们家福中心就主要是以家庭，对不对？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会比较建议，就是如果有兴趣的民众的话，其实可以跟当地的社福机构来做一个联络。出席了当地像高雄县啊、屏东县的社会处的政府单位的联络。其实民间单位或者政府单位其实都可以。像家福中心，迄民调淹湿都有的。嘿。所以像甲台中的中心这样，所以老就係高雄呀、屏东的家福中心來聯絡，其實可能是不是安排去那邊做那種嘅在後重建工作，貢獻也是你來迄個意見啦吼。唔過我係想一個請教嗰種嘅蕭老師是講，頭先講到所謂嘅3級輔導，對，你什麼樣3級輔導？佢針對工作重點係乜嘅？其實3級輔導哈，其實這個東西也不是現在才有。對於教育部，其實多年前也就可是推動所謂的教訓輔3合1。在這個教訓輔3合1裡面哈，希望就是講生涯的輔導不是局限在對輔導室呀、訓導處呀哪個處室哈，也不是只有輔導的人員讓許要做一件事情。希望就是講所有的欣賞。所以1級的老師哈，也都是做第1級的輔導工作。當譬如講一個個案，它是屬於第1級，所以的認輔的欣賞哈，你去做了這些努力之後，還是沒有辦法去做到很好的效果，那就可以轉介到你自己學校會有一個專門的輔導室嘛。好，那輔導室也就所謂的2級輔導了。那如果說假設給別黑個輔導室已經盡力做了，還是有那個效果在，還是沒有辦法完全達到很好的情形，那這個時候也就可以啟動所謂的3級輔導。那3級輔導呢，目前哈，我們像我們這個縣市政府有專門的一個心理諮商的一個中心。我們目前高雄縣呢，心理諮商中心是設在我們鳳山的青年國中。好，那這裡面呢，我們有歸多所謂的就是已經他們都是有合格證照的心理諮商師。那這些人大部分都是我們自己本身的老師，他又具備有這樣子的資格。那當這樣子的個案轉過來的時候呢，也會用接個案的方式就進行長期的一個輔導。對，那所以那個整個過程裡面哈，其實是也有跟醫療相互合作。那等於是說對於學生的輔導來講，是從基層的老師一直到專業的醫療，還有縣市政府的力量都加注進去。對。好，也是這種針對學生的開好以後，對心理層面、心理層面的輔導方面，鄭醫師按用佢呢3級輔導拉擺嘛？那其實講學校裡邊有這種輔導制度啊，是這個要是同好啦哦，大家老師全部都做輔導工作，我們講局限在一部分嘢。另外就係假使講要個老師做嘅，出做講效果冇佢天1級啊，做學校裡邊確實特別的那個輔導室這樣子哈，啊輔導室做一段時間之後，有的就效果不錯，啊能就做得啲學校裡邊處理，唔係講浪費當多嘅人啦。假如直接做唔得嘅，佢係第3級就講縣裡邊嘅衛生局，啊有安尼專業人員，大部分是講醫院裡邊嘅心理師啊，或精神科醫師沒有，安尼正講要問題開始講學校輔導室冇嘅喊做轉到第3級講縣裡邊嘅輔導中心去。那是對學生係是一好的一種做法啦。一好的做法哦，像你心理嘅健康顧到身體嘅健康非常的重要哈。目前全台灣對那種心流感嘅疫情都非常的重視啦哈。然後目前呢有增設哈，有5幾年有那種嘅速度片嘅高身體哈。那目前都咧重建期嘅飲水鄉鎮嘅學校地度呢，因為有啲傳染病係會影響到學生嘅身體健康安全。所以看下8歲在期可能會有那種會測開來傳染病，第一就是喺目前當流行嘅 H1N1 心流感哈。那目前全國已經5幾年速度嚟高身體，另外係那高端螺旋體嘅感染。那目前都屏東縣灣大鄉54人落醫院嘅哈，還有那疥瘡那高雄市8歲在使用中心23人測到，還有類鼻疽哈，那種有帶菌嗰種嘅沙嘅啦，好像風吹容易來是有可能，還有奶啦哈，歐洲水經過嘅部分都可能影響到，還有桿菌性嘅馬拉利亞哈，也係歐洲水經過嘅感染，還有dengue熱，南部可能倆時期本來是dengue熱嘅一隻傳染病嘅流行嘅時期哈，所以倆要注意到，那個係紅眼症，他們主風嘅針頭係破傷風哈，那都係因為倆季節。
南部可能是了到偏针流行的时期，也可能了到应用现在传染病咧，係因為啊目前台灣所面臨到嘅情況吼，你係在去要特別注意嘅。我想請教下您嘅種嘅林小姐是講，你啊部分頭話講咯，學校嘅水天安全冇問題，你啊部分傳染病也驗證負重應該嚟做呢？學校方嘅傳染病哈，其實我哋防治嘅部分哈，唔單止就在後而嚟特別注意，其實我哋平常就有一個按照學校傳染病監視系統嘅部分嚟監測。那個監視系統就每禮拜有學校方嘅衛生組長，也係講校護哈，以每禮拜為嚟統計到我哋學生嘅健康嘅問題嚟做一個統計過後嚟上傳到就我哋衛生單位也係講疾病管制局哈，都有按呢個數據哈，就講我哋有嚟做那個健康嘅監測啦哈，所以除了那個部分之外哈，就講平常嘅時間我哋就可以對那個統計數據地方哈，就可以了解到我哋係咪有嗰度嘅學生係因為有乜嘅呼吸道嘅傳染，也係講腸病毒，也係講就發生嘅狀況。像學生以後教上課，做應該要注意嚟做好了就傳染病嘅種嘅感染嘅防治，像係咪係多洗手啊，講戴口罩啊，講用把型冇因為去讀書，他吹到樣片，戴咗冇卡去，不卡又吹到按到沙氣度，嚟講使用中心，一部分。學校幾度做應該注意嚟做。學校部分可以就講我哋最就講會用體溫監測哈，就每日嚟做一個體溫監測嚟監測講係咪有發燒嘅狀況。那個就係講加強啦色素嘅衛教哈，係多色素嘅衛教有不平嘅聲音咧哈，就盡量就可以做下休息，係。所以也係身體健康嘅顧會到啦哈，那種咧係全面性嘅，唔單止教育嘅工作天啦哈，那種等下呢繼續嚟討論，咧在後面對嘅天災地變，學生嘅心理有冇重建啊？係真係非常重要，可能影響到一生人啦哈。你先去看一下廣告以後，馬上轉到現場。